好，早晨，歡迎弟兄姊妹翻到嚟11點鐘嘅崇拜。我哋崇拜開始之先呢，我哋有少少嘅家事報告想同大家分享。係啦，阿姨唔該。咁奉獻呢係我哋基督徒嘅功課啦，同埋我哋嘅喺地上嘅功課啦。咁求主俾到我哋有力量、信心，我哋可以奉獻翻俾我哋嘅家去建立呢間教會。咁泰國短宣隊咧已經出發咗去咗泰國工場㗎啦。咁總共有8個人啦。請大家紀念中禱告中紀念佢哋啦。有 Lily 啦，有吳世龍牧師啦，有胡正傳道啦，有阿 Bill、Catherine、Larissa、Rocco 同埋阿 Samuel。咁今日咧會喺國語堂有洗禮嘅，喺2點鐘崇拜中舉行。咁有4位受浸嘅弟兄姊妹，如果有時間嘅請出席去見證同證主恩。咁咧，我哋嚟緊咧會有一個5+5嘅 Alpha 課程 Alpha Course。咁我哋仲招募緊侍奉人員嘅。咁呢個 Alpha Course 呢個日子咧會係9月19號至10月17號啦。係一個兒童親子教育課程，有5堂啦。咁另外嗰5堂咧就喺10月31號至11月28號嘅。咁呢個係啟發新世代課程，都係有5堂，所以叫5+5 Alpha Course。咁時間咧就會喺禮拜6嘅12點半至2點45分。咁喺呢一個大堂嘅大樓地下嗰度嘅。咁我哋侍奉嘅範圍咧，要接待啦、餐點安排啦、交通啦、後勤支援等等，有好多嘅工作嘅。咁我哋仲招募緊好多嘅侍奉人員。報名查詢就可以揾 Pastor Olivia 啦。咁截止報名咧係9月6號。咁我哋嚟緊有一個恩語之聲嘅實體福音聚會，叫做永恆的10小時撐下去的勇氣，係粵語講座嘅，係陳仲恩分享嘉賓。咁有回應嘅講員啦，係李振中牧師嘅，係9月11號禮拜5嚟嘅，8點鐘夜晚喺呢個禮堂呢一度。咁主日學啦，呢個係下個月開始嘅，叫做預備自己成為福音人。咁係9月13號至12月6號啦，總共有12堂嘅。咁導師就係 Parky 弟兄。咁時間咧就係9點至10點半，啱啱喺呢一個崇拜之先咧，大家可以參加。咁地點就喺教會嘅辦公室。如果想報名或者有咩問題咧，8月31號請向office 或者司事嗰啲去問啦。嚟緊有一個10步釋經法嘅研經講座，咁係廣東話嘅。個講題咧就係承擔召命嘅耶利米，講員咧就係黃志強牧師博士。個時間咧係9月19號禮拜6嘅下晝2點至4點半，都喺呢個禮堂呢度嘅。好啦，仲有最後一個咧就係廣東話嘅基教課程，一步一步學舊約。咁係嚟到呢個苦難中的基督徒盼望。咁個書卷咧係查考2卷嘅，就係撒迦利亞書同埋馬拉基書嘅。咁都係 Anthony 老師去繼續去擔任呢個講座嘅老師啦。咁時間咧係9月7號至10月12號嘅，大家都係一樣噶啦，都係禮拜1晚上嘅8點鐘喺 Zoom 上面見。咁報名嘅截止日期咧係8月31號嘅。仲有一個講座係啦，咁就係葛林卡牧師去講呢個把話說到心裏溝通的心理秘笈講座啦。咁都係粵語實體嘅，係9月12號禮拜6下晝嘅2點至3點半，都係喺呢一個禮堂啦。咁截止報名咧係9月10號嘅。咁我哋嚟緊咧都有好多牧者放假啦。咁李牧師而家已經放緊假㗎啦，今日開始咁放1個禮拜啦。之後咧，咁25號、26號、24號都有3位嘅牧者同埋傳道會放假嘅。禮拜3嘅祈禱會係為 Mustard Seed 祈禱啦。咁到時都係我去分享噶啦。咁大家可以喺 Zoom 或者實體入邊一齊去禱告啦。本月嘅聖經金句，咁我哋一齊讀2次好唔好啊？1、2、3。以弗所書5章8至10節。從前你們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裏面是光明的。行事為人就當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結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義、誠實，總要查察為主所喜悅的事。OK， 我哋再讀一次，1、2、3。以弗所書5章8至10節。從前你們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裏是光明的。
行事為人就當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結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義、誠實，總要查驗何為主所喜悅的事。願主嘅話語常在我哋心中。好，各位弟兄姊妹，唔知你今日準備好去敬拜神未啦？你帶咗啲咩嚟呈獻俾主啦？可能你會覺得，哇！我今日咧好興奮，有冇啊？好想咧去讚美主嘅，有嘅。OK， 有冇啲人係有少少疲累啊，或者有啲攰噶，或者有少少嘅憂慮噶？咁我最近咧就即係讀經就睇到常常喜樂喎，係嘛？咁保羅提醒我哋要常常喜樂，邊個覺得好容易嘅？其實係，哇 Auntie 覺得好容易啊。其實我心諗係好難嘅，因為如果我哋個喜樂係依靠呢個世界發生嘅嘢，係冇可能嘅，係嘛？所以我哋就會常常喜同樂咯。或者你望下你隔離嗰個，如果你靠佢有喜樂都唔係好掂噶，係嘛？不過我哋嘅喜樂要靠邊個啊？靠我哋嘅主啊嘛，係咪？所以我哋一同嘅站立，好嘛？好想用以下呢首歌去成為我哋一個宣告，因為我哋所信靠嘅主係俾我哋嗰個喜樂，係世界唔能夠奪去嘅咩？一齊宣告好嘛？無論點咩環境都好，我哋必要信靠主，必要信靠，必要信靠，分秒信靠。一切信靠，盡意盡心盡力，必要信靠，分秒信靠，一切信靠，盡意盡心盡力。讓我哋用我哋行動好嗎？你可以咧跟住呢啲嘅歌咧去拍手啊！我哋喐下個人，代表我哋願意用行動去宣告我哋信靠主啊！必要信靠，必要信靠，分秒信靠，一切信靠，盡意盡心盡力。必要信靠，分秒信靠，一切信靠，盡意盡心盡力。在我創路途，我必以信踏上，能越過那個惡者，全力行。定意信靠神，定意信靠神，以禱告帶動我。神若決與我並肩，那可抵擋我信心？必要信靠，分秒信靠，一切信靠，盡意盡心盡力。提醒下你隔離嗰個同佢唱好嘛？必要信靠，分秒信靠，一切信靠，盡意盡心盡力。同你後面嗰個唱好嘛？必要信靠，分秒信靠，一切信靠，盡意盡心盡力。在我創路途，我必以信踏上，能越過那個惡者，全力行。定意信靠神，以禱告帶動我。神若決與我並肩，那可抵擋我信心？必要信靠，分秒信靠，一切信靠，盡意盡心盡力。同心嘅宣告，必要信靠，分秒信靠，一切信靠，盡意盡心盡力。
意盡心盡力，盡意盡心盡力，盡意盡心盡力，盡意盡心盡力。榮耀歸俾我哋嘅主，好想呢個時間，我哋去開聲去禱告，好嗎？你為你嘅生命能夠經歷呢位嘅主獻上感恩，好嗎？你為你自己啦，為我哋嘅家庭啦，甚至為我哋嘅教會，我哋整個群體一齊開聲去感謝主嘅供應，感謝主嘅帶領，讓我哋生命可以經歷呢位又真又活嘅主，呢位大能嘅主，讓我哋生命裏邊有嗰種豐盛，你為你自己生命獻上感恩，好嗎？耶穌基督，我哋再次獻上感恩，因為你揀選我哋成為你嘅子民。今日我哋喺生命裏邊可以常常經歷你俾我哋呢個豐盛，繼續幫助我哋回應你對我哋嘅呼召，你呼召我哋成為你嘅光喺呢個地上，去將你嘅豐盛帶俾我哋身邊仍然未認識你嘅人。幫助我哋願意去回應你，在鴿子的聲裏，願你來居我心，願我心中滲透散見真理及慈愛，令我滿足唯獨你。照主旨意行，讓你榮光再顯，願獻一生與你同行公正及憐憫，傳遞救恩神是愛，原來是我恩主，傳來照我呼聲，前來跪拜主你，領受你的派遣。原來是我恩主，前來照我呼聲，前來跪拜主你，只有一生敬拜。成為我哋嘅回應，願照主旨意行，讓你榮光再顯，願獻一生與你同行公正及憐憫，傳遞救恩神是愛。原來是我恩主，前來照我呼聲，前來跪拜主你，領受你的派遣。原來是我恩主，前來照我呼聲，前來跪拜主你，只有一生敬拜。人生的風波安然度過，多少艱辛主常輔助，全力敬拜在神寶座。人生的風波安然度過，多少艱辛主常輔助，能在這裏頌讚高歌。人生的風波安然度過，多少艱辛主常輔助，全力敬拜在神寶座。
多少艱辛，主常輔助，在這裏頌讚高歌。原來是我恩主，前來照我呼聲，前來跪拜主你，領受你的派遣。原來是我恩主，前來照我呼聲，前來跪拜主你，只有一生敬拜。原來是我恩主，前來照我呼聲，前來跪拜主你，領受你的派遣。原來是我恩主，前來照我呼聲，前來跪拜主你，只有一生敬拜。前來跪拜主你，只有一生敬拜。前來跪拜主你，只有一生敬拜。心嘅禱告，好似呢首歌裏邊講到，只有一生去敬拜，因為唯有耶穌基督，你配我哋一生去敬拜你。主幫助我哋知道我哋人生嘅目標，我哋唔再追求呢個世界，我哋嘅眼目要定睛喺你裏邊，讓我哋嘅生命每一刻就係睇到呢位榮美嘅耶穌，你帶領我哋嘅生命每日活喺你嘅豐盛，進入你嘅豐盛，更加重要嘅係活出你嘅豐盛，幫助我哋，讓我哋嘅生命喺呢個黑暗嘅世代成為你嘅光，去為你發光，去為你作見證。主，因為你嘅心就係定睛咗喺嗰啲仍然未認識你，仍然會喺黑暗無助裏邊嘅人身上。主，今日你呼召我哋，差遣我哋，讓我哋一同嘅去回應你，一同嘅成為你嘅光。因為呢個就係耶穌基督你嘅榜樣。弟兄姊妹，讓我哋今日同心嘅，無論喺任何境況裏邊，我哋都竭力嘅去為主發光，去見證主啊嘛！我哋用呢首歌成為我哋嘅回應。曾擺上傾出大愛，曾捨棄已被抹開，曾擔起痛楚，十架路甘心走過，崇高主愛因心似海，能相愛皆因被愛，能醒覺要被擦乾，能穿起舊恩，踏上基督的足印，延伸主愛進入人海，立志今擺上傳揚耶穌，用我的恩賜獻上最好，讓我謙卑作你僕人，存着敬畏去侍奉神，全是你恩典覆蓋每步亮明燈，在你恩手裏滿布雲彩，效法基督愛，眼界變改，願日似天際降下來，陶造我裏面能承載神豐足的厚愛。
相愛，皆因被愛。謝耶穌你犧牲嘅大愛，能勝過，要被察覺。主我哋願意能穿起救恩，踏上基督的足印，延伸主愛進入人海，立志今擺上，傳揚耶穌，用我的恩賜獻上最好，讓我謙卑作你僕人，存着敬畏去侍奉神，全是你恩典福分，每步亮明燈，在你恩手裏滿布雲彩，效法基督愛，眼界變改，讓鴿子天際降下來，陶造我裏面能承載神豐足的厚愛。同心嘅我哋回應立志，立志今擺上，傳揚耶穌，用我的恩賜獻上最好，讓我謙卑作你僕人，存着敬畏去侍奉神，全是你恩典覆蓋，每步亮明燈，在你恩手裏滿布雲彩，效法基督愛，眼界變改，願鴿子天際降下來，陶造我裏面能承載神豐足的厚愛。主呢個係我哋同心嘅回應。立志今擺上，傳揚耶穌，用我的恩賜獻上最好，讓我謙卑作你僕人，存着敬畏去侍奉神，全是你恩典覆蓋，每步亮明燈，在你恩手裏滿布雲彩，效法基督愛，眼界變改，願鴿子天際降下來，陶造我裏面能承載神豐足的厚愛，願鴿子天際降下來，陶造我裏面能承載神豐足的厚愛。我哋同心嘅去禱告，主幫助我哋，讓我哋嘅生命係承載住你呢種嘅豐盛，承載住你呢種嘅厚愛，喺我哋每一日裏邊活盡，為主你去活盡。主，我哋又為到我哋嘅金錢獻上嘅禱告，獻上奉獻去禱告。主，你悅納我哋每一個人，無論多無論少，對你嘅回應，幫助我哋學習全人嘅獻情俾你，去回應你嘅厚愛恩典。讚美主，多謝聽我哋同心嘅立志禱告敬拜，係奉耶穌基督嘅名，阿們。清楚。今日所讀嘅經文記載喺約翰福音9章1至7節。
耶穌過去的時候，看見一個人生來是瞎眼的。門徒問耶穌說：拉比，這人生來是瞎眼的，是誰犯了罪？是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穌回答說：也不是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顯出神的作為來。趁着白日，我們必須做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時候是世上的光。耶穌說了這話，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對他說：你往西羅亞池子裏去洗。他去一洗，回頭就看見了。好，咁我要介紹咧，今日我哋嘅講員啊，應該都係好熟悉噶啦，我哋嘅老朋友啦，係嘛？容唔容許咁嘅稱呼咧 ？OK， 好，咁係簡耀堂牧師同埋簡耀堂師母咧，我簡單介紹下簡耀堂牧師咧，而家係香港嘅房角石協會嘅義務總幹事，亦都係香港宣道差會嘅顧問啦。咁喺簡師母咧退休之前咧，大家應該聽過係嘛？佢係一位咧英文科嘅老師嚟嘅。咁佢哋咧已經退休啊，咁後生個樣睇唔出哦。咁啊退休之後咧，佢哋就參與咗咧宣道差會嘅宣教夢飛翔嘅宣教計劃啦。佢哋已經喺馬來西亞嗰度參與當地咧宣教會嘅牧養嘅工作啦。咁以下咧，我哋首先邀請簡師母咧同我哋分享一下，之後咧就會到簡牧師分享嘅信息，有請。弟兄姊妹早晨嚇，咁啊好高興呢，今日再一次咧喺大家當中有分享嘅機會。咁過去咧10個月，咁我咧就同簡牧師有機會去到馬來西亞工場有一啲嘅服侍，好感恩今日咧有機會同大家分享。咁啊早排咧我就有機會睇到咧。係靈修嘅時候睇到咧啟示錄第3章，咁嗰度咧嗰段經文咧就提到非拉鐵非教會嘅榜樣。咁我自己咧睇到當中咧，主耶穌點樣去描述呢一間教會咧？佢話你略有一點力量。咁啊，略有一點力量，即係話咧呢間教會力量唔係好大，可能咧資源唔係好多，唔係好大嘅一間教會，但係咧卻有咧好寶貴嘅質素。就正如主耶穌講，佢咧遵守主嘅道，佢咧冇棄絕主嘅名，佢能夠咧倚靠主，可能咧面對逼迫嘅時候，仍然對主盡忠，冇棄絕主嘅名。所以主點樣去回應呢一間教會呢？佢要賜俾呢一間教會一個敞開嘅門，係無人能關嘅。嗱，敞開嘅門可以指到乜嘢呢？可以指到神嘅救恩、神嘅恩典，亦都可以指到咧我哋侍奉主、為主作見證、傳福音嘅機會。一個敞開嘅門，無人能關，非常之寶貴。喺咧過去10個月裏邊咧，我哋睇到神喺咧西馬嘅工場咧，都讓我哋見到咧佢為教會預備嘅唔同嘅敞開嘅門。我更加睇到一個嘅現象，就係咧似乎神預備敞開嘅門之先，總係先去興起一班咧願意委身嘅弟兄姊妹嘅。咁我又用少少嘅時間同大家咧分享幾個嘅片段嚇。咁我哋係服侍嘅教會當中，大概咧係有咧5間嘅宣道會嘅。咁而咧陪讀班咧就係其中一個外展嘅工作。陪讀班咧服侍嘅對象咧都係一啲嘅小學生同埋一啲嘅初中學生，全部係嚟自破碎家庭或者係貧窮家庭嘅。咁教會星期1至5咧就會為佢哋預備免費嘅功課輔導，亦都咧為佢哋預備一餐咧午餐嘅。咁至於星期6咧，佢哋就會參與咧教會為佢哋預備嘅品格教育。咁星期日咧，佢哋就可以自由決定參加教會嘅崇拜或者咧其他嘅活動啦。咁
而當中嘅嗰啲嘅小朋友咧，有一啲已經咧升咗上去中學，咁所以教會喺過去嘅10月咧，亦都為佢哋預備咗咧中學嘅少年團契。咁而家大概咧就有30人㗎啦。咁我有機會喺當中定期嘅為佢哋預備分享信息，喺從咧馬可福音嗰度分享嘅。咁好感恩啊！睇到咧嗰班嘅少年人啊，雖然佢哋大部分未信主，但係咧都有一個認真願意咧去尋求真理嘅心。咁啊，頭先提過嚇，神預備敞開嘅門之先咧，總係興起一班咧願意委身嘅弟兄姊妹嘅。咁同大家咧分享一啲咧陪讀班嘅戰士嚇。咁啊嗱，呢幅相裏邊咧，你睇到呢一班嘅弟兄姊妹咧，就係每日輪流為到小朋友係煮大鑊飯啊，係40人啊嚇，唔簡單嘅。特別咧，當中你睇到嗰啲嘅姊妹咧，佢哋嘅年紀應該都係屬於咧祖母級噶啦，亦都其中有一啲咧係帶住關節痛，帶住咧膊頭痛、肩膊痛去炒餸噶嚇。咁啊，連佢哋嘅屋企人咧都有啲擔心佢哋身體，但係佢哋仍然堅持啊。咁至於鏡頭前嗰位嘅弟兄咧，佢係一位嘅專業廚師，咁而家已經退咗休，咁佢就1個星期2日喺5日啊，唔係2日，5日係分別咧喺2間堂會咧，為到小朋友咧係預備佢哋嘅飯餸嚇，運用佢嘅恩賜去服侍嚇。咁啊，另外咧喺鏡頭前呢一位嘅姊妹咧嚇，佢亦都係好委身嘅。咁佢為咗咧願意喺陪讀班當中有多啲時間嘅服侍，佢就好想咧就自己嗰份 full time 工咧轉做 part time。咁當佢申請嘅時候咧，上司就同佢講，佢話咧你一係咧就做全職，一係咧就辭職。咁結果咧，佢選擇咗乜嘢咧？我估大家都估到啊，佢係選擇辭職嘅。咁佢係願意專心嘅，係當係提早退休嚟到陪讀班咧，去幫助一班嘅小朋友。咁啊，大家留意佢並不是咧已經儲咗好大筆好大筆錢先至係提早退休，佢係其實仍然咧係靠信心生活嚇。咁我哋當中亦除咗有年長啲嘅戰士之外咧，亦都有年輕嘅戰士。咁呢幅相中間嗰位年青人係信二代，係一位嘅大學生，讀書好叻嚇。1個星期咧，佢有2日唔使返學，咁佢於是就用嗰2日咧去到教會，係去幫助一班嘅小朋友功課輔導。咁但係咧，佢每一程去教會咧，由住喺大學附近嘅地方搭車去到教會咧，係要2個鐘。咁即係話咧，佢來回咧要4個鐘。咁但係呢個年青人就係咁樣好堅毅地、好有愛心地，係每個星期願意為小朋友犧牲佢讀書同埋休息嘅時間。我哋亦都喺度睇到咧，當中嘅小朋友咧，佢哋除咗喺教會裏面有功課輔導之外咧，咁導師亦都非常之有愛心地咧，每逢喺特別嘅日子，會訓練佢哋咧去參與一啲嘅演出，例如咧佢哋可以有獻詩啦，亦都有跳舞啦，甚至咧係做話劇。咁以至到佢哋有好多嘅機會咧，係有合作嘅機會，有團體合作嘅機會，所以亦都嗰啲小朋友之間咧，都建立咗咧好深厚嘅情誼。呢個係我觀察到嘅。咁我亦都為到佢哋感恩，因為佢哋咧嚟自好困難嘅家庭，甚至係破碎嘅家庭，所以喺教會裏面，教會仍然咧可以讓佢哋咧有土壤，好嘅土壤喺當中咧有健康嘅成長。亦都咧同大家分享其中一啲嘅果子嚇，其中呢一位嘅少女啦嚇，佢叫做海婷啊。咁佢最初嚟到陪讀班嘅時候咧，係好唔開心，唔中意啊，因為佢唔中意讀書，係媽媽逼佢嚟啊。咁佢亦都咧有講粗口嘅習慣㗎嚇。咁後來佢睇到陪讀班裡面嘅老師好有愛心，好有忍耐，去分析俾佢聽讀書嘅重要。咁於是佢就慢慢開始有改變。特別咧佢馬拉文嗰科咧，最初係唔合格嘅，後來咧係攞到 A 嘅嚇。咁亦都更加感恩嘅就係佢喺教會裡面透過參與唔同嘅
聚會啦，有機會認識真理、接受救恩。喺過去嘅12月咧，佢亦都受洗加入教會，而家咧係喺敬拜組裏邊咧服侍緊嘅。咁頭先提過，有一啲嘅同學升咗上中學，咁教會亦都為佢哋咧預備咗英文補習班。咁我喺當中有機會同佢哋咧有英文嘅補習。咁我自己咧亦都其實覺得呢個係一個機會嚇，除咗教佢哋英文之外，我都好想咧同佢哋有更加深入啲嘅溝通。咁於是我就邀請佢哋咧就寫信俾我。咁好感激咧呢啲嘅小朋友仍然願意睬我嚇。我相信如果我喺香港咧，就啲學生唔會睬我噶啦。咁呢啲小朋友竟然咧，呢啲中學生啦嚇，竟然願意咧就寫信啦，亦都係好感恩咧。呢個係成為一個渠道，讓佢哋可以咧有機會分享佢哋嘅心事啊。咁右邊嗰幅相咧，你睇到其中一位同學寫嘅嗰句説話咧，係老師你可以幫助我嗎？其實一個求救嘅信號。信紙背面咧就係嗰位同學同我分享佢內心好多嘅掙扎，甚至咧佢係有戒手嘅行動㗎嚇。咁我有機會咧就係藉住回信啦，按住佢哋嘅需要咧有一啲嘅回應，亦都咧藉住呢個機會咧向佢哋咧去分享我自己一啲嘅生活嘅經歷，讓佢哋都有機會睇到神唔同嘅恩典嚇。亦都想同大家咧分享其中一個被祝福嘅家庭。咁呢啲嘅糖環咧係一位老人家親手整嘅嚇，非常之美味，係一位婆婆。咁呢位婆婆嘅背後嘅故事咧都係好可憐嘅。咁佢3個孫都參加教會嘅陪讀班。3個孫咧嘅爸爸因為賭錢欠咗賭債，於是離開咗屋企。媽媽唔係中國人，都離開咗屋企。咁所以照顧3個孫嘅責任就落咗喺咧嫲嫲爺爺身上。咁嫲嫲爺爺年紀大，但係仍然要做工，因為咧佢哋要賺錢養家，更加要咧同個仔還債。咁所以3個孫咧星期1至5有機會喺教會去參與咧呢個功課輔導，星期6同日又有機會參與教會其他活動。咁所以咧婆婆咧好感激教會喺呢啲咁艱難嘅時刻承擔咗照顧同埋教導佢3個孫嘅角色。咁我亦都睇到神預備敞開嘅門，亦都喺教會嘅樂齡群體當中去預備。咁左邊嗰幅相咧，嗰箭嘴底下嗰對夫婦咧就係好好嘅榜樣啊！佢哋帶領住咧一班年長嘅弟兄姊妹去關顧唔同嘅肢體，更加咧佢哋極其有活力嚇。喺過去3月咧，你睇到右邊嗰幅相咧，就係佢哋坐2-3個鐘頭車去到一笪地方咧去做短宣探訪，邀請人參加教會嘅工作嚇，仍然好有活力。咁而呢一班嘅弟兄姊妹咧，亦都每2個月舉行咧興趣小組。咁喺興趣小組當中，有機會咧鼓勵弟兄姊妹帶領未信主嘅親友參加。咁亦都鼓勵有恩賜嘅弟兄姊妹咧去擔演咧興趣小組嘅導師。咁其中咧，我哋有烘焙小組啦、書法小組啦、穴位按摩小組等等嚇。咁而咧，我哋睇到嚇，亦都好感恩咧。喺茶點時間咧，我哋就有機會咧去做個人報道。咁右邊嗰幅相咧，中間箭嘴底下嗰位女士咧，就係喺嗰日咧係決志信主嘅。咁另外咧，就箭嘴底下嗰對父子咧，後來亦都有機會咧繼續參加過教會嘅。咁我亦都睇到咧，神預備敞開嘅門，亦都能夠咧接觸到一啲非華裔嘅群體。咁呢一位教會嘅弟兄叫做劉弟兄，咁佢好特別嘅，佢工作地方咧就係佢嘅宣教工場。點解咁講咧？佢係喺馬來西亞做生意開廠嘅，咁佢就請咗一批嘅緬甸員工。咁嗰批緬甸員工咧就每逢2個禮拜嘅即係隔1個禮拜6下晝又唔使做嘢嘅喎。咁啊好特別嚇，呢位劉大兄咧唔需要緬甸員工喺
禮拜六下晝，一個月嘅2個禮拜六下晝唔需要做嘢。咁啊唔做嘢做咩啊？嗰個下晝就係參加崇拜。咁啊喺崇拜裏邊咧，劉弟兄邀請咗一啲能夠講到緬甸話嘅傳道人去主持崇拜。咁好感恩咧，佢嘅員工當中咧係有員工決志信主。咁更加感恩嘅就係過去11月喺其中一間宣道會8週年感恩崇拜裏邊，呢一班嘅員工組成咗敬拜小組，參與喺呢個敬拜嘅裏邊、崇拜嘅裏邊。咁啊，非常之感動嘅。咁我亦都睇到咧，神今日仍然工作。雖然緬甸呢笪地方咧面對內戰，宣教工作都係相對困難，但係咧神仍然為到呢班群體預備敞開嘅門。例如透過咧劉弟兄佢善用神俾佢嘅優勢、身份同埋咧所處嘅環境，讓福音咧仍然可以咧去接觸到一班咧好難能夠接觸福音嘅群體。今日神仍然寫緊佢嘅故事，我哋好榮幸神邀請我哋參與喺佢呢個嘅大故事裏面，有機會可以同神一齊喺大故事裏面去寫我哋嗰部分，我哋嘅小故事。我哋亦都睇到喺西馬裏邊，神預備敞開嘅門之先，總係先興起一班委身嘅弟兄姊妹。我哋願唔願意成為其中一位呢？我哋見到頭先提過一啲咧帶住關節痛去炒大鑊飯嘅姊妹，係願意為到小朋友放低工作嘅姊妹，亦都願意為到小朋友係擺出時間嘅年青人。我哋今日又願唔願意為神多行多一步呢？我哋亦都見到唔同嘅肢體為神去發揮佢嘅恩賜，善用神俾佢嘅優勢。今日我哋又願唔願意將我哋嘅恩賜獻翻俾神，求主去使用？我肯定我哋每一位都有神為我哋預備嘅恩賜吓，冇藉口嘅。我哋願唔願意俾神去用，交俾神，求神俾我哋能夠喺佢嘅面前有感動，願意喺前面嘅日子俾佢，讓我哋有智慧、有創意地將我哋嘅感動變成行動，參與喺佢嘅大故事裏面，亦都咧我哋一同嘅我睇到咧教會嘅弟兄姊妹好熱心咧喺你哋嘅祈禱會當中，亦都喺我哋嘅司禱度為到教會去禱告，有非拉鐵非教會嘅質素，以至到我哋一齊去經歷神為我哋預備嘅唔同嘅敞開嘅門。我好多謝師母咧，佢都好節制，講咗13分鐘啫嚇。咁就上個禮拜日咧，有個團契刻意改咗時間，並叫佢係禮拜6嘅，然後改咗禮拜日，請我哋2個去講。師母咧講咗8個字，40分鐘。咁人哋請我哋一對夫婦，佢好似想自己包晒咁樣。咁我哋有代禱信發出去嘅時候咧。師母都我寫嘅嚇，我寫嘅，但係全部都寫佢嘅嘢咁上下。咁有個姊妹今日又聽到佢講之後，之前講牧師好似你唔使做嘅咁樣。咁我只係同佢講，你都真係好膚淺啊咁樣。咁牧師做嘅嘢好多時寫唔到出嚟啊嘛。我同師母仲要做好多家庭嘅婚姻嘅工作，特別好多夫婦之間好多嘅問題。甚至有婚外情嘅問題，有第三者嘅問題。甚至當地一啲嘅領袖同牧者之間嘅問題。好多時候咧，當地嘅堂主任就話：牧師，你有經驗啊，你去處理啦咁樣。咁就交晒俾我哋。所以希望大家都紀念啦。其實我同師母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喺當中。願意我哋都能夠可以繼續嘅被神使用。因為我哋都冇身份。其實兩三個月我哋要翻香港一次，但係好多地嘅人話俾我哋聽，如果太多次咁樣出出入入，總會有一日佢就叫你以後唔使嚟啦咁樣。咁我哋做得幾耐做幾耐。今日同大家分享咧《約翰福音》第9章，一個題目奉差遣。我唔知道有幾多弟兄姊妹咧，你睇過呢本書？主啊，請你到非洲嚟。其實呢本書咧，又係韓國一個好出名嘅女明星
金惠子所寫嘅。嗱，金惠子咧喺韓國裏邊咧，佢哋稱佢為柯德莉夏萍，因為佢好靚，好曉得去演戲。但係無論點都好，佢都好想適應，甚至離開大銀幕。當佢決定離開嘅時候，佢好想去到呢一個嘅布拉格喺當中去旅行，好想欣賞歐洲一啲嘅地方。但係出發之前，佢突然間收到韓國一個基督教嘅機構嘅邀請，其實佢都係一個好好嘅基督徒，希望佢能夠可以去到非洲埃塞俄比亞做佢哋嘅探訪大使。而嗰次嘅行程，卻係讓佢能夠可以真係更加經歷到神自己嘅恩典同埋工作。非洲我好相信大家都知道，因着內戰，甚至好多時候國與國之間嘅殺戮，好多地方因為戰火嘅原因冇辦法耕種，所以好多唔同嘅饑荒。佢睇到好多嘅人都好受苦，甚至特別佢探訪接觸好多嘅兒童嘅時候，睇到三餐不繼，骨瘦如柴。呢班小朋友好多病，好多難處。佢有好多時不平咁問神啊，點解你可以容讓一啲嘅人活喺一個咁嘅地獄嘅裏邊呢？咁樣，但係有時佢又接觸另一啲嘅兒童嘅時候咧，就睇到佢哋雖然可能唔係食得好多，亦唔係話衣着有啲咩特別，但係佢哋真係好天真，好可愛。有時可能淨係真係俾少少嘅玩具，或者甚至佢哋自己粒咗石頭，佢都可以玩餐飽，好開心。所以見到呢一班嘅人嘅時候，佢內心更大嘅掙扎。佢不斷嘅問神，佢話神啊，你喺邊度？當佢睇到當中唔同嘅問題嘅時候，佢就覺得點解神你仍然嘅喺當中沉默嘅唔工作呢？翻到韓國。嗱，呢啲嘅問題佢冇揮之不去，仍然嘅不停去問，點解一個咁需要工作關心嘅地方，點解神冇喺當中行任何嘅神蹟？佢不斷問，點解神蹟唔能夠喺非洲呢個地方去出現？但係當佢繼續諗嘅時候，佢好似神俾佢叮一下。突然間醒覺到神蹟唔會無啦啦發生，一定係要透過一啲嘅基督徒。你唔可以坐喺度係唔做任何嘢去睇神蹟。佢於是就明白，佢當然繼續會去嗰個地方，甚至喺當中，當佢經歷咗好幾次之後，佢寫咗一本書，就頭先所講嘅魚啊，請你到非洲嚟。喺度佢一個引言講到鐘，如果唔敲，永遠唔會成為一個鐘。歌你唔唱嗰陣時候，就唔係一首嘅歌。愛你唔願意去付出嗰陣時候，永遠別人唔能夠感受你嘅愛。弟兄姊妹喺當中，佢好明白一樣嘢，基督徒唔可以坐喺度。我哋要坐言起行去做，去回應嗰時候，先能夠睇到神蹟。神透過我哋一班嘅基督徒去關心、去服侍呢個需要嘅人嘅時候，先能夠可以睇到神自己嗰個神蹟。弟兄姊妹，當我哋放眼去睇呢個世界，雖然我哋明白喺北美喺溫哥華好豐富。但係溫哥華裏邊，我相信仍然有好多唔同嘅問題。你落到唐人街，喺明街，喺呢一個嘅Hastings嘅裏邊，你睇到嗰班嘅嘢，唔同嘅人，嗰種嘅外貌，嗰種嘅勒索嘅時候，你會睇到點解政府唔做嘢啊？點解我哋所選嘅議員唔做嘢啊？好似好多嘅問題，但係我哋好知道每一個地方都有佢嘅問題。但係如果我哋淨係單單喺當中去問問題、追究問題，好多人嘅苦難揮之不去，仍然喺度。唯有我哋願意回應問題、解決問題，神要透過我哋一班嘅基督徒喺當中去回應呢啲嘅需要嘅時候，
呢啲嘅問題先唔係問題。弟兄姊妹，神蹟喺邊一度？神蹟係要透過我哋一班嘅基督徒，唔係坐言，我哋要唔係坐喺度，我哋係坐言起行嘅當中去回應神自己嘅心意，成就神自己嘅計劃。今日我哋喺約翰福音第9章嘅裏邊睇到西羅亞池子裏邊有一個嘅醫治，一個天生盲眼嘅瞎子，耶穌基督讓佢重見光明。其實如果你留意我一段嘅經文嘅裏邊，當中亦有好多人問過好多唔同嘅問題。喺第2節嘅裏邊，一班嘅門徒已經問佢嘅老師拉比啊，呢一個人生來瞎眼，係佢犯罪啊，定係佢父母犯罪，以致帶嚟佢有咁嘅結果？如果你繼續睇落去嘅時候，當呢個瞎子被主耶穌醫治之後，佢同佢一班嘅嗰班嘅叫做鄰舍咧，佢哋好長時間睇到呢個小朋友由佢出世就盲啦，以致能夠出嚟去乞食啦。但係突然間點解佢眼開翻？所以佢就問佢：你隻眼點解會醫得好？點解能夠可以重見光明？再去到第19節嘅時候，你會睇到一班好想攻擊耶穌嘅法利賽人，好想捉住佢嘅把柄。所以佢哋一直傲佢爸爸，呢個瞎子嘅爸爸，你個仔明明咪話生出嚟就瞎眼噶啦，今日係邊個醫好佢？甚至係安息日醫好佢。你會睇到唔同人問緊唔同嘅問題，但係正頭先我哋都講過，你淨係單單追究問題，嗰個問題解決唔到，而且喺第3節嘅裏邊，耶穌已經好清楚嘅解釋乜嘢嘅原因。佢話不是呢一個人犯罪，亦唔係佢嘅父母犯罪，而係要喺呢個人嘅身上彰顯神嘅作為。弟兄姊妹，喺當中，如果我哋今天睇到好多唔同嘅問題，我哋仍然花好多嘅時間思想追究呢啲嘅問題嘅時候，反而我哋唔明白神嘅心意，以致我哋冇辦法能夠可以知道神要我哋做啲乜嘢。今為止佢知道，以致好似頭先我叮一下，佢知道原來佢唔係要追究乜嘢嘅問題，反而佢好知道佢係要回應去點樣去處理解決呢個問題。所以跟住連續好幾年，佢繼續去埃塞俄比亞，佢喺我得達嘅地方，去睇到神自己嘅工作。喺我啲嘅地方嘅裏邊，佢經歷乜嘢叫做神嘅作為。弟兄姊妹，喺你生命嘅裏邊，你有冇曾經經歷過神嘅作為？又或者你可能冇經歷過神好大喺你生命裏邊所做嘅作為，但你有冇聽過神喺唔同嘅人喺唔同嘅地方裏邊做咗好多好多嘅工作？今天我哋願意透過呢一段嘅經文，我哋一齊睇下神喺當中做咗啲乜嘢。聖經嘅第9章嘅第7節嗰度講到，呢一個嘅瞎子按照耶穌基督嘅吩咐，耶穌吩咐過你去西羅亞池子洗一洗自己隻眼啦。於是佢就出去一洗，回頭就看見。一個原本天生盲眼嘅瞎子，當佢按照主嘅吩咐願意出去嘅時候，佢就從此睇得翻嘅嘢。嗱，所以西羅亞池子呢一個地方係佢讓佢能夠遇見基督、重見光明嘅地方。弟兄姊妹，你有冇諗過今天我哋每一個人嘅生命，我哋嘅教會、我哋嘅團契都可以成為一個叫人與基督相遇，甚至讓人能夠重得光明嘅地方。我同師母係1997年喺加拿大回到香港服侍，因為89之後，我哋不停喺呢一個地方睇到好多香港嘅新移民嚟到當中。我相信在座當中可能都有一啲係97嗰個時候過嚟嘅，但係當然更加有一啲係可能最近一個社會運動嘅時候過嚟。
喺當年嘅裏邊，我哋已經牧緊會，但係我同師母睇到好多唔單止係香港移民過嚟，好多牧者都離開咗香港。我哋覺得有需要翻到香港喺當中去服侍，於是我就同師母97年就翻到香港，喺一間宣道會裏邊去服侍。我98年係第一次去柬埔寨。當我去柬埔寨嘅時候，我聽到當地一個工場嘅主任同我分享，嗰個係個醫生，已經入咗佢好多年。佢講俾我哋聽，喺柬埔寨嘅裏邊，20年喺當中嘅內戰，特別赤柬將整個柬埔寨視為一個殺戮嘅一個嘅戰場。當年赤柬統治嘅時候，整個柬埔寨大概有1000萬嘅人口，但係嗰幾年嘅裏邊，喺95至98年嘅時候，大概有成300嘅人係被屠殺，即係話3%嘅人死咗，10個有3個人屋企嘅人去被人去好似鞭刑嘅，甚至係殘酷嘅喺當中去奪去生命嘅時候，你會諗受當地一班嘅真係留低嘅一啲嘅柬埔寨人，佢哋內心嗰種嘅沉重，甚至嗰種嘅怨恨。好多人聽到赤柬呢啲嘅字，心都震，甚至去到一地步好嬲怒。但我哋好感謝神，呢啲嘅機構，好多嘅基督教機構，好多有愛心嘅基督徒，佢哋唔係坐喺度唔喐，佢哋真係就起嚟入到佢裏邊，將耶穌基督嘅愛，將耶穌基督嘅盼望帶喺佢哋嘅當中。弟兄姊妹，因為呢一班人願意回應，以致喺柬埔寨嘅裏邊，就有好多人喺當中能夠與基督相遇，甚至好多人蒙光照，認識到自己係一個罪人，以致佢能夠接受耶穌基督成為佢救主。弟兄姊妹，當你去到呢個罪惡嘅博物館嘅時候，你睇到形形色色嘅喺當中嘅刑具，但感謝神，呢個宣教士又同我哋分享到當中有一個嘅獄卒，佢個名已經臭晒噶啦，係人都知道佢用唔同嘅方法、唔同嘅刑具去專去逼迫，甚至係迫害、逼死好多個人，但係竟然佢信咗主，而信咗主之後，佢係第一個願意出嚟承認自己喺75至78年赤柬嘅時間喺當中幫助呢啲嘅赤柬共產黨做咗呢啲嘅工作。佢亦係第一個願意為到自己所做嘅嘢接受懲罰嘅一個赤柬嘅分子。因着佢嗰個生命嘅見證，突然間整個嘅柬埔寨就好似一個嘅地方，一個好似頭先呢度講一個好亮光嘅地方，照發咗好多基督徒嗰種嘅美善。而因為呢一個人願意出嚟承擔佢生命嗰種嘅美麗，以致反而有好多啱啱初信主、受過佢哋逼迫嘅家人都走埋一齊，為到佢去祈禱，學習一啲饒恕嘅功課。突然間呢個赤柬嘅獄卒，佢嘅生命就好似一個西羅亞嘅池子，叫人與基督相遇。好多人問點解佢願意出嚟啊？佢就話因為佢信咗耶穌，因為佢喺當中蒙光照，亦叫更多嘅人遇見耶穌，蒙光照，得着救恩。弟兄姊妹，正頭先我同大家講，今天我哋嘅生命能唔能夠成為一個叫人與基督相遇，叫人蒙光照，叫人得到基督耶穌救恩嘅地方？西羅亞池子唔單止係呢個瞎子蒙光照與基督相遇嘅地方，西羅亞池子亦係一個醫治嘅地方。頭先當姊妹同我哋讀經嘅時候，我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其實講到呢一個瞎子，其實佢好多時候都好可憐，但係
喺經文嘅裏邊第8節亦提到咧，呢個瞎子係討飯吃嘅一個瞎子，淨係一個乞兒，淨係曉得問人攞嘢食。嗱，如果係咁嘅時候咧，你就好明白一樣嘢，就係話呢個瞎子唔係淨係單單隻眼盲咗，或者甚至隻眼有殘疾，其實佢心都有一個嘅問題需要被醫治。但係咁樣嘅，我哋會睇到西羅亞池子唔係淨係單單醫好佢隻眼，反係更加重要醫好佢嘅心。猶太人有一個觀念，就係話當一個人你有殘疾，當你有病嘅時候，好多時候我哋會知道咧，就唔係單單係佢做咗啲乜嘢，可能係佢犯罪得罪咗神。記得頭先喺第2節裏邊，我班嘅門徒點講？拉比係佢犯罪定係佢父母犯罪？因為呢個 BB 一出世就係盲眼啦，呢個 BB 都未接觸呢個世界，媽媽個肚已經盲咗。但係猶太人就覺得罪孽以致係佢有呢啲殘疾啊嘛，佢都冇機會去犯罪，唔通佢個媽媽個肚裏邊踢多幾腳犯罪？咁所以佢就話係佢父母犯罪定係佢犯罪呢？猶太人當你係殘疾嘅，無論你係駝腿嘅，或者好似先係盲眼嘅，又或者你係大麻風都有時候，佢哋係好歧視、好鄙視啲人。嗱，所以如果呢一個瞎眼嘅瞎子，佢更加係一個乞兒嘅時候，就喺當時嘅時間，佢係一個好低下階層、被人鄙視嘅一個人。一個喺一個咁嘅環境裏邊，經常俾人去藐視，甚至覺得你犯罪，你得罪神，你嘅心喺咁嘅環境裏邊成長，你會點？我相信一定會好自卑，甚至覺得自己乜都做唔到，於是佢咪攤喺度咯。唯一可以就係話乞食啦。但感謝神，正頭先我哋話西羅亞池子喺當中成為佢唔單止係醫治嘅眼疾嘅地方，西羅亞池子更加醫治佢嘅心靈嘅地方。眼係開咗，連佢嘅心眼都開埋。佢最初可能只係認識耶穌呢個名字，但跟住佢更加知道佢係一個先知。當你睇埋嗰節整段嘅聖經嘅裏邊，最後佢更加係拜喺耶穌基督面前，稱佢為神嘅兒子。你會睇到，好似頭先我哋話，唔係淨係單單隻眼開得到，佢嘅心靈可能比一班嘅門徒更清楚，佢係神基督，佢係神嘅兒子。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教會需要被神使用，今天我哋每一個弟兄姊妹嘅生命要被神使用，我哋必須要帶着愛喺當中去幫助別人，讓人能夠喺呢一笪嘅地方得到一個嘅醫治，得到一個嘅包裹，以致佢能夠能夠得到幫助。我今次翻嚟嗰時候，我聽到一個姊妹，幾個姊妹咧，同我講到，佢話喺佢教會裏邊都有一啲人嚟到教會嘅時候，一認識嗰陣時候，佢好坦誠咁講：我冇乜朋友。但好感恩，我兩位姊妹就話：我咪係你朋友咯。當佢咁樣講嘅時候，我一個啱啱新嚟嘅朋友，你睇到佢嘅內心滿有感恩嘅心，以致佢能夠可以繼續留低喺教會。當你願意付出愛，我相信就能夠可以醫治包裹好多人過去嘅傷痛。我今次嚟主要係一個婚禮，喺婚禮晚宴嘅裏邊，我新娘好有意思，安排好多唔同嘅姊妹咧，弟兄姊妹去分享。其中一個姊妹就講，當年佢入嚟教會嘅時候，佢好酷嘅，啱啱喺香港新移民過嚟。但我就安排咗個新娘坐喺佢隔離。佢話好感謝神，感謝簡牧師能夠將呢個姊妹擺喺佢身邊。佢真係好感受到呢個人嘅關心。佢好多時話佢最初嚟教會係睇下你呢班嘅基督徒，但係因着呢啲嘅愛，佢留低喺教會。弟兄姊妹，當我哋每一個願意去付上愛嘅時候咧，我相信係成為好多受傷嘅人一個醫治。我哋每一個
都可以成為另一個西羅亞池子，成為別人嘅幫助。因為喺呢個世界嘅裏邊，其實好多嘅地方都好大嘅需要，好需要神自己嘅話語、神嘅愛嘅幫助。我記得有一次我去到柬埔寨，我個工場主任帶我睇成個我哋泰國宣道會嘅工作，由南去到北兜咗一個圈。佢同我講，泰國當時嘅人口大概7000萬，佢話大概吸毒嘅人有400萬，400萬人吸毒，我相信多過整個溫哥華嘅人口。但係你又要知道呢，我自己細個住喺油麻地嗰陣時候，我哋追龍添啊！有時落街嘅時候，喺街角嗰陣時候，又見到一啲嘅人，我哋好驚嘅。但係吸毒嘅時候，嗰啲毒癮嚟到嘅時候咧，偷呃拐騙乜都嚟嘅。喺當中，你話400萬人吸毒 multiply 出去受影響嘅家人朋友，你會有幾多人？一個咁嘅地方會有咩嘅希望？但係我好相信宣教士將耶穌基督嘅愛帶到佢當中，可以成為好多人嘅幫助。我去到琉璃旺嗰時候，我唔知大家知唔知琉璃旺喺邊度？有前幾年有一套戲叫做我唔記得，迪士尼嘅，係介紹馬達加斯加。馬達加斯加好大，馬達加斯加隔籬下邊一個島仔，好細嘅島就叫做琉璃旺。佢其實係法國嘅殖民地，海外省，係一個軍事嘅地方。因為係一個海外緊軍事嘅地方，完全冇任何嘅工業，所以好多青年人，個島唔係好大，住嘅人口大概得70萬人。好多嘅青年人大學畢業之後就冇嘢做。今日你話大學畢業冇嘢做，啲青年人會做啲咩嘢？青年人做咩啊？喺屋企打機咯，可能而家都打緊機噶嘛，係嘛？好多人不停都打機噶。喺當中佢打機嘅時候，咪隱蔽咯，乜都唔做咯。佢話俾我哋聽咧，當地嘅失業率咧，前幾年經濟唔好嘅時候去到40啊，青年嘅失業率。而家比較好少少咧，都20至30% 失業率。喺嗰度，宣教士成日帶我哋去探一啲嘅過埠新娘。佢哋其實我哋嘅地方咧，我哋嘅中國人已經係第2代、第3代，好多唔識講廣東話，唔識講中文，全部講法語。但係又好奇怪，經常就喺大陸介紹啲人過嚟過埠新娘咁嫁，冇見過面就咁嫁咗過嚟。好多過埠新娘成日以為去法國，帶住一個好好嘅美夢，點知去到就夢滅。面對嗰個人唔識講。甚至已經係好似老番咁樣。雖然我外貌係中國人，但係所有嘅嘢完全溝通唔到。所以呢啲嘅過埠新娘係好受折磨、好困擾。好多人有精神上嘅問題，有問題身邊又冇人幫到手，所以好多時候好抑鬱。我哋感恩有宣教士，有短宣隊，特別當地有一個師母好曉得聆聽。幫助好多唔同嘅人。頭先提到柬埔寨，柬埔寨經過呢一個嘅赤柬嗰個嘅大屠殺，因為就好多唔同嘅基督徒入去，呢個城市慢慢建立起嚟。但係當經濟改革之後，整個嘅城市人嘅心好多唔同嘅衝擊。特別你入到去好多嘅大摩，甚至好多嘅卡拉 OK， 所有嘅黃賭毒都喺當中。過去好多人好擔心，特別我哋亞洲嘅香港啊，其他嘅國家好怕去緬甸嘅，因為好多 KK 園喺嗰度。但係你知唔知而家最大嘅 KK 園走咗去柬埔寨？而家柬埔寨係最大電騙嘅中心。好似頭先我哋話，當你放眼喺整個世界嘅裏邊，唔同嘅世界裏邊都面對一大堆嘅問題，
但係我亦好相信呢啲一大堆嘅問題，唯有神嘅話、基督嘅愛，先能夠可以得到一個嘅醫治。我喺柬埔寨親自經歷見過一個嘅青年人，佢隻手係有少少，腳就叫做小兒麻痹，手我唔知係咩，都係有種萎縮嘅。所以好多時佢好熱都好，佢着長袖衫，唔想俾人睇到嘅情況。好自卑嘅一個嘅少年人，但係佢入讀咗我哋宣道差會一個嘅學校學英文，喺當中佢就好好啊，佢學得非常之好。甚至因為宣教士好多短宣隊嗰種嘅關心，佢個人慢慢又認識神啦，而開始好有自信，好有笑容。甚至特別當佢學咗英文，能夠可以幫助佢哋鄰居好多嘅小朋友，能夠可以學到一啲嘅英文嘅時候，佢好有一種嘅滿足感。過去佢盡量收埋隻手，但係而家好多時候你去到嘅時候，佢曉得用隻手攬住你。佢唔介意讓人睇到佢嗰種嘅殘疾，我亦好相信係因為基督耶穌嘅愛醫治咗佢。弟兄姊妹，今天我哋嘅團契、我哋嘅教會，甚至我哋嘅家庭、我哋嘅生命，都可以成為另一個西羅亞嘅池子，成為別人嘅幫助。西羅亞池子除咗係呢個瞎子蒙光照與基督相遇嘅地方，係一個能夠得到醫治嘅地方，更加西羅亞池子係一個傳遞異象嘅一個嘅地方。弟兄姊妹，如果你記得頭先所讀嘅經文喺第4節嗰裏邊話，趁着白日，我哋必須做那差我來者嘅工，黑夜將到就冇人能夠再做工。喺呢節嘅經文嘅裏邊，耶穌緊扣咗白日同埋黑夜，時間同埋使命。耶穌好清楚俾門徒睇到一個嘅異象，呢個異象就係話你黑夜嚟到嘅時候，你想做嘢都做唔到，冇時間。所以喺呢段經文你會睇到耶穌從來唔會同你去叫做討論，或者甚至纏繞喺邊個犯罪，係佢犯罪定係父母犯罪。佢知道佢要把握機會，爭取時間，做更多嘅工作，讓呢一個人甚至佢身邊嘅人認識乜嘢叫做神嘅作為。感謝神，當我離開加拿大翻到去香港，我參與嘅教會，佢哋嘅成立開始都係從異象開始。佢哋原本有一個嘅宣教士差派佢哋嘅女19歲去到中國，開始孤兒院，開始好多唔同嘅工作，然後跟住甚至成立教會。我哋嘅創堂嘅牧師就係佢其中嘅一個嘅孤兒。呢一個嘅小女孩，當佢去嘅時候，佢只係19歲，但係佢細佢10歲嘅時候，佢聽到宣教士嘅分享。宣教士佢同佢哋講，同佢爸爸媽媽喺個家庭嘅裏邊講，佢話喺工作裏邊好忙，但係佢話好遺憾呢，試過有好幾年有一啲嘅農民冬天因為凍得滯唔可以耕種，但係聽到隔離條村有人去做傳福音，於是佢就話會唔會佢哋推一個木頭車，車一啲宣教士入去同佢哋分享福音。但係每一次去到城市嗰個福音站嘅裏邊同宣教士分享嘅時候，宣教士都講：我哋好忙，我哋冇辦法派人，我哋冇辦法能夠可以調度到人去到你哋嗰度去分享。佢話幾年呢個人推住一個空嘅木頭車喺當中翻去。呢個小女孩聽到空嘅木頭車就好似一個嘅異象，佢已經立志：我大咗之後一定要去中國，我哋一定要去到喺當中同佢哋去傳福音。亦因為呢個空嘅木頭車，亦係成為我哋希伯倫堂每一個弟兄姊妹嘅異象。我哋喺我哋嘅浸禮班，當佢哋浸禮，當佢加入教會嘅時候，我哋一定同佢講翻呢個故事。我哋每一個信徒需要帶着異象喺當中去回應神。弟兄姊妹，過去好多嘅差會
都係差派牧者、傳道人、牧師去到唔同嘅地方開荒植堂佈道。但係今日好多唔同嘅地方，有時佢唔歡迎，甚至喺啲穆斯林嘅國家唔歡迎你牧師去到當中。嗱，所以弟兄姊妹，你嘅專業就成為一個好大嘅幫助。簡師母今日用翻佢自己教英文嘅專業喺裏邊去幫助。前幾日我同一個弟兄喺度嘅弟兄去食飯傾偈，佢講翻好幾年前佢跟住我入去柬埔寨嘅裏邊。好記得有一年佢嚟到香港探望嘅時候，佢都同我講，牧師，佢原本喺度嘅工作佢冇做啦。佢話好想能夠做一啲福音嘅工作，但係佢真係乜嘢嘅叫做本事都冇。但係佢話咧，佢淨係曉得講一口流利嘅呢個嘅潮語。但係柬埔寨好多潮州人，咁我就話好安排佢入去。佢真係逐家逐戶啲鋪仔去，甚至好多柬埔寨去關心。亦因為佢兩夫婦愛心嘅關心，成為咗好多嘅工作。我哋差會有安排過一個教幼稚園嘅老師，安排佢入去到一個嘅我哋差會工場一個嘅地方，特別幫助當地開始幼兒園嘅工作。當你開始幼兒園工作嘅時候，唔係淨係單單接觸到小朋友，接觸佢父母。其實今日神要透過我哋每一個弟兄姊妹，你嘅專業成為一個嘅幫助。但係重要嘅就係話，你有冇領受到神俾你一個清楚嘅異象？你去做啲乜嘢？正如頭先師母分享，有時我哋每一次聽嘅時候，我哋都好感動，但我哋能唔能夠可以將感動變咗行動，去回應神俾我哋嘅異象？西羅亞池子唔單止係我哋能夠可以蒙領受差傳或者甚至異象嘅地方，西羅亞池子亦係一個我哋必須要差遣出去嘅地方。弟兄姊妹，如果你留意經文嘅時候，特別去到第7節嗰時候咧，你好清楚睇到佢話西羅亞池子翻譯出嚟就係奉差遣嘅意思。西羅亞池呢個字原文嘅裏邊其實就係奉差遣嘅意思。點解西羅亞呢個字係奉差遣？最主要嘅原因，如果你睇翻聖經嘅時候，你睇翻列王記下或者甚至代下嘅時候，你好清楚知道當時南國嘅猶大，佢哋有一段時間被亞述西拿基立圍住，不停嘅攻打，以致佢整個嘅 city 個城市絕水絕糧。但係絕水嘅時候好大問題，但係當然佢哋啲人就諗下，會唔會我哋能夠可以喺城外地下水鑿一條嘅水道，將城外嘅水引到嚟城內咧咁樣。嗱，所以當佢哋完咗整個嘅工程，能夠可以將城外嘅水引到嚟城裏邊嘅時候，佢哋就舉行咗一個嘅奉獻禮，甚至將呢個池子係叫做西羅亞池子。今日你去到以色列，你可以睇到呢一個嘅池子。好感恩嘅就係話，原本啲水根本唔喺呢個池嘅裏邊，係由遠方被差遣送到入嚟呢一個城市嘅裏邊，救活咗好多唔同嘅人。西羅亞池子就有咁嘅意思，你要出去將你嘅活水出去，成為別人嘅幫助，救活其他嘅人。弟兄姊妹，今日如果我哋每一個領受咗活水，而我哋嘅水仍然停留喺我哋自己嘅生命嘅裏邊，我哋從來冇差遣出去嘅時候，我哋嘅活水慢慢只會成為死水。唯有我哋好似西羅亞池子呢個字嘅意思，父怎樣差遣我哋，耶穌基督願意亦咁樣差遣我哋出去。而當我哋聽咗好多唔同嘅工作，好多唔同嘅領受教導嘅時候，
我哋真係願意好似呢個字所講，奉差遣去行神嘅心意嘅時候，我好相信神會叫更多人得着祝福。神嘅神蹟就可以喺唔同嘅地方裏邊去彰顯，亦會有更多人能夠可以喺當中去認識乜嘢叫做神嘅作為。弟兄姊妹，我哋每一個都係蒙光照嘅人。當我哋蒙光照，當我哋得醫治，當我哋領受咗異象嗰陣時候，我哋必須做一個行動，我哋願意被主差遣出去。正如金費子所講，鐘你唔敲，永遠唔係一個鐘；歌你唔願意唱，佢唔會係一首歌；愛你唔願意去分享、去俾出去嘅時候，別人係從來感受唔到愛。弟兄姊妹，唯有我哋將我哋所聽到化做行動，以致將愛帶出去，以致別人先能夠得到幫助。我哋一齊禱告。天父，求你自己親自嘅與我哋同在，幫助我哋，讓我哋今日能夠藉着約翰福音第9章，我哋領受神你嘅異象，我哋願意能夠成為一個嘅地方，讓人因着我哋嘅生命，因着我哋嘅信仰，能夠與基督相遇，蒙主你光照，甚至佢得到你嘅醫治。主啊，我哋就求你親自嘅幫助，讓我哋每一個使命堂嘅弟兄姊妹，唔係淨係單單坐喺度，而係我哋願意回應。主啊，我哋願意被差遣，成為別人嘅祝福。聽我哋祈禱，奉耶穌的名求，阿們。好，弟兄姊妹，讓我哋一同嘅站立，用以下呢首詩歌立志擺上，一同嘅去回應主對我哋嘅呼召。曾擺上傾出大愛，曾捨棄已被擘開，曾擔起痛楚，十架路甘心走過，崇高主愛因心似海。能相愛，皆因被愛；能醒覺，要被察覺；能穿起舊恩，踏上基督的足印，延伸主愛進入人海。一同嘅回應我哋嘅主，立志今擺上，傳揚耶穌，用我的恩賜獻上最好，讓我謙卑作你僕人，存着敬畏去侍奉神，全是你恩典覆蓋每步亮明燈，在你恩手裏滿布雲彩，效法基督愛，眼界變開，願鴿子天際降下來，陶造我裏面能承載神豐足的厚愛。立志擺上，立志今擺上，傳揚耶穌，用我的恩賜獻上最好，讓我謙卑作你僕人，存着敬畏去侍奉神，
全是你恩典覆蓋每步律靈燈，在你恩手裏滿布雲彩，效法基督愛，眼界變改，願鴿子天際降下來，陶造我裏面能承載神豐足的厚愛，願鴿子天際降下來，陶造我裏面能承載神豐足的厚愛。我哋請簡牧師為我哋祝福。我哋憑信心去領受從神而嚟嘅祝福。天父，我哋感謝你今日藉着你嘅話去幫助我哋，更加明白西羅亞呢個字嘅意思，讓我哋唔好淨係單單明白，我哋係需要喺你嘅面前領受異象，被你差遣。我哋願意，我哋眾弟兄姊妹都能夠可以真係坐言起行，去回應神你自己嘅心意。更願基督耶穌嘅恩惠、父神嘅慈愛同埋聖靈嘅感動，常與我哋每一個弟兄姊妹同在，從今直到永遠。阿門。清楚。咁我哋嘅崇拜咧就到呢度就結束噶啦。咁結束之先咧，我就想歡迎一啲今日嚟到我哋當中嘅新朋友。咁我讀到你嘅名嘅時候咧，請你稍為嘅站立，等我哋認識你好唔好啊？咁我哋第一位嘅新朋友係 Wesley，Wesley 係歡迎你，清楚。好，第二位咧係Billy 同 Sammy。哦，佢哋喺個房入邊啊。係喺 BB 房入邊，歡迎你哋，希望下個禮拜都見到你哋啦。咁啱啱呢個禮拜完咗VBS Vacation Bible School，咁VBS 嘅家長咧可以落到去樓下有一個展覽，係你哋啲小朋友啲勞作啊等等嘅。咁我哋崇拜到呢度結束，我哋默禱之後，我哋可以散會。